啊，拄仔讲心教，讲意嘛，只马哪像迄个意的，意哪像只马，啊，拄仔讲心哪像狗，意哪像马，这个讲啥呢？只狗吼，就是用不着只，要过只，要过只，要过，所以狗不条嘛吼。但是马吼，马是啊，一走不了千里。这个讲咱人意念，就是你的念头。你的念头有当时一个走出吼，咱转来，无咱去逐个坐一只，有当时啊，若无你听听，向问这个心嘛走过，倒去厝咧洗衫，哦，结果我毋知影转来，教师讲啥我毋知影，哦，我伫遐洗衫洗到昏间。一个走的表者，讲去到迄个乌山去到昆明个即段啊，我伫遐咧游泳。表示你咱的意吼，即个念头，啊像一只马安尼，一个走的咱去袂倒来。所以，通过即个意要咱啊来静，这叫咱来静。啊，拄我讲的大方法，静啊心来静。你静，你道理甲听着，道理甲听紧。心若袂静吼，慢命吼，一个头人坐伫遮，啊心走遐走遐走，我一个走遐走到去讲。所以修行咱培养静的境界，这是静的境界，安尼咱人就了解吼。你做修行吼，是迷信的吼。啥物叫迷信？啊，我做来好长啊，所以做你若有菩萨来我保庇啊，我好个啊。这修行是家己修，爱甲家己讲，我要哪死袂静。我哋5点钟是足安稳会当坐了。我各种个规工去写日本日规工，我嘛是会当安尼安稳足静的坐了。啊，若坐袂了就麻烦，坐袂了，你西方嘛坐袂了。你若是学堂坐袂了，你西方你也坐袂了。你来知，你也无过西方，你来知。因为西方是清净所在，啊，学堂共款足清净。你茫想讲西方遐有经典人通通讲，遐有啥物做好说个物件要算？无啦，无啦。西方敢若拢有迄吼，做房间就好啦，爱就爱去到西方。可见西方迄个所在房间都无共，房间当然啥物佚佗人好啥物拢，茫想讲遐有咱共款啦，遐拢有迄个瑜伽的做人，遐拢有迄个经典课，遐拢有迄个酒人个啉，你爱的物件遐拢有。你爱物件遐若拢甲你个做影响就好啦。西方是清净的所在，哪像安尼，足清净。有当敢有啥？无啦，无啥人互你看啦，无啥人互你耍啊，就点点伫遮坐安尼啦，听道理啦。啊，点点伫遮坐，你坐会牢，表示你真有够。你真有够，你当去到西方遐清净的所在，搁较大会着。啊，若无吼，人会感觉啊足无聊。咱人心是毋是拢安尼？啊，足无聊。啊，若代志足济时阵，足烦的，好代志遐尔济，今仔日拢卖代志互你处理，你嘛感觉足烦。足无聊，拢无代志，我规工拢毋知要创啥。你看人的心也袂静，有代志也袂使，无代志也袂使，无代志也无聊，有代志也想烦。心的修呢，天堂遐就是爱安尼嘞。咱若会当好大家收起来，咱就是到天堂，到西方。所以西方手机就是安尼啦吼，无啥物奇怪啊。所以买来做一个电脑。西方伫对，还是个人家去当无这。西方虽远兴趣够啦吼，即咱谈的时阵，咱若注意甲听，电脑数就一句话。西方虽严重咧，但是一了就够啊，有啥一了就够啊，有讲时间。你现观了讲时间。西方虽然重，其实伫遐尔，伫你的心中做现化。啊，无义真经是啥？人讲要出现即部级无义的啦，叫做无义真经，无义真经嘛你的心中。所以阮安尼讲，无义真经，刚出来来教的时候讲，你心怀默念，心里面默念，表示无义真经伫对你的心中。无义的嘛，无义伫对，啊都无义啊，无义你的心就无义。哦，所以西方伫你遐，啊，即个经典嘛伫你遐，所以要抽经，走去外口抽经，伫你的心中抽经。啊，你只要心啊，拢把这个物件放起来，啊，就到西方，安尼就对啦吼。所以讲，西方即部册做意思吼，大家好安尼体会。咱咧讲道理无迷信，无迷信的道理袂解决。哦，道理拢伫家己的心中，伫你的心夫，
你只要好好啊甲做出来，你就到西方。啊，我若无安尼做，你要求副总，副总无法度啊。哦，才有一句诗，歹势要甲咱台湾人讲就好。迄较早吼，足久诶诗啊啦吼，迄是新竹新丰爷吼，伊圣诞诶时阵做一首诗，讲千秋千秋无心事友，红叶花久生个大雾，烟灶见我就避，青个心软软丢丢，求个是求互求受，有着有着有地来用，无着助你去不助福顺着，你着行善无必庇佑。是无名嘛，讲吼，我话你逐个拢来到遮吼，啊，你千秋千秋啊，拢代表咱拜啊拜了，开始求，讲吼，我平安大趁钱，啊，囝来吼，迄个无代志啊，囝有孝啊，读较紧，哦，迄上面拢记住。啊，早有一个是讲迄故事啦，讲，啊，你我要若有遐好，我要来做啦。你也要爱有钱，爱健康，迄个囝有孝，啊，佮吼，逐个人拢做出团。世间老爹代志，对无紧。那是讲讲有对无对，对吼我毋知，你有对无对我毋知，你逐个拢安尼记。啊，我若助你，你无对我助你，毋着出错的呢。